是准备请到一躬，躬到一躬，讲师午安。讲师午安。讲师午安。人生在世，想起来无几冬，这个够浪费着时间。荣华富贵，目一年一场空，只有功过来消散。惹散车，免怨叹，各人因缘拢无相共。天道普传，为大家带来希望，脱离无情因果网。咱是福气的人，会当修道真无简单。开创前程，才袂无半项。醉生梦死，千唔通。咱是福气的人，烦恼放下，打开心窗，建功立德，将来显清芳，光圆过满，才会轻松。譬如讲啦，这端午节，端午节前后，就有足侪人来往生。真正这个
段时间吼，像咱像爱上单位啦吼，真正咱好上单位吼，有人去参加着不然场，啊，搁别个单位像迄个真好单位，就连续安尼。啊，毋是讲吼年岁济哦，少年的有哪个哦，吼，尤其咧，吼像咱即摆的武汉肺炎，是毋是？偌济人确诊几百万人，啊几十万人来往生去。遮个人伊才会想讲，我若想我再正来来，伊绝对无想到。所以即个无按算伫咱的心内的吼，即种拢叫做无常吼。所以讲，虽然咱的功名甲富贵吼。咱会当吼，即个世间追求会当足实在吼，成就会当足大。但是咱若到无常一来的时阵吼，其实拢是通欢喜一件哦。像咱若有去爱上参班，常常去参班的话呢吼，咱有可能知影一个叫做慈惠伊伫遐吼，咧担任厨房的吼，而且咧负责厨房的工作，就是讲平常时啊，若有得亲啦。伊个煮下昼的同用吼，同伫遐用餐啊吼。差不多2礼拜前，听讲伊人咧艰苦头一段，结果昨互咱听着讲，伊一两天就已经往去。所以这真正吼，有当时啊吼，咱要讲有当时啊无常。对一天要来轮到着咱吼，咱真正拢无知影。所以讲谢长书伊常常讲一句，拢会讲一段就起来语啊吼。伊讲再来出世无半人，转去双手嘛空空，吊在世间有哪迷茫，死去江山看饱。所以讲呢，这就是拢咧甲咱讲吼，咱对即个人生即个无常吼，咱拢爱吼，拢爱足去甲注意的吼。你想讲，伊这荣华富贵目一面空，只有功德来消散。所以咱遮个讲述伊会讲一句话讲，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那么呢，这个业有啥物？这个业毋是讲歹的啦。这个业有2种，一种叫做善业，一种叫做恶业。那么善业就是所谓的，像伊遮所讲的功，恶业就是过。所以咱荣华富贵目一面一健康，只有功德来消散。就是讲，咱对唯有走，六项拢走袂走，唯有就是咱这个功甲过会来甲咱消散离伊啦吼。所以讲，而且咧，这个像这个功德来消散，他就举一个，就讲咱爱上一个小官，伊种伫咧过年了后差不多1、2个月前，伊来规空去50几岁着，敢若54岁嘛搁有另外一个叫做饭店饭师的小妹，差不多50岁左右是。咱即个像即个小官伊担任着即个教育的工作就是在乎遮个学界青少年伊而且呢，因为教育内底包含足侪，譬如咧我较捌真正捌听过咱的原主讲遐落来嘛捌听过伊的主讲是咱金湾山爱上人伫到。伊咧一个时阵遮个田道做咧一个时阵，伊拢上早起，去遐观者过后就需要讲来伊要做啥物工作，伊直到遮个咧就做了伊甲即个责任松懈啦伊若讲新湾山有啥物青少年的班。伊是拢足上早起，上晚回来。
像伊阮若有参加着国家，嘛是安尼，伊的精神就是安尼。所以伊的精神就是贯注伫啊。咱佫会真正咱有一种，咱若拢捌去咧参加过迄些咱有感觉讲，咱去参加遮个中秋大部分拢是上好客的年会以上的啦咱较会去参加这个过节啊。但是呢，伊即个秀官，伊的过节是好客共款，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有2/3拢是少年啊，拢是遮个新兵捌含伊做伙中秋会受着伊落来用心落来栽培的遮个少年啊，遮大家拢自发性来参与，所以而遮呢，伊就是显示讲伊对即个上天的即个工课伊已经非常尽到伊的职责伊找着咱人生的价值无枉费讲伊一世来来求道所以讲会当讲呢，伊是道成天上命到即个人间所以咱老师有甲咱讲一句话讲：人族哪有天族贵功名哪有道名冠像较拄咱有讲是讲的咱的阿公阿嬷上计到咱阿公阿嬷真正阿祖，咱有当时就无一定知影伊的名你若靠公主到这已经2500几单啊，伊还佫到这还佫大家拢知影讲公主就是咱的至圣先师所以讲咱今仔日会当来质问这个大道老师，而且伊甲咱讲天道普传为大家带来希望发现无一个因果吧顶悬这两讲好野善食，咱有咧观察，就是因缘拢无共款。有当时咱讲是啊，即个张龙瓜太较好野，王英庆太较好野，是啊咱太遐尼会当像伊安尼会当趁遐济钱，会当足好个即个享受。但是呢，过去世的因缘呢，真正是无共款。譬如像这张龙花就好，张龙花有一摆老师呢起来讲着张龙花伊的因缘，咱是毋是咱捌伫电视上捌电视剧安尼做？咱迄阵认为是即个节目看分，迄个时阵伊要传授即个庙，伊去甲一个伊木材足济啦，去甲破下，因为伊的木材伊的森林遐足大片的，伊讲你若布掀起来，你若探袂着的所在我遮拢关系出去。结果咱若想，咱的节目老师是伊的法术，伊就是讲伊的迄个法术无边，伊即马即个道头一个开出去规片的木材就是拢透去。这就是讲张龙花的迄个是当时迄个真实迄个木材的老板伊讲我真正咱这当外分法律无边，伊就真慷慨讲，好，伊我讲会出来，我就做。所以就是因为因为这是老师亲身证实讲，伊就是当是灵魂是要去这个要进修的这个，咱讲较直接讲叫做财主啦所以讲伊太就是伊即世伊叫做张龙花而且呢伊的事业的版图的遍及海陆空这3项，而且即个长荣即个庙嘛是咱这公外骨来号的所以讲呢，所以而且讲好野善食，免观看，因为个人的因缘拢无共款，所以讲前世因就是咱即世的个
收的果，咱着爱，咱今仔日，咱是安怎？咱的有当时啊，咱的经济，也是讲咱所做有诶是安怎？袂当像安尼好业啦，安尼像是啦，袂当像大家有钱人安尼好。所以其实就是像较早咱有讲讲，咱爱忏悔，这就是有可能是咱的过去世，一直做，即个是讲会当做有福报的代志，所以咱即世较会当较会有安尼即个经济即个环境，所以今仔日天道来普传的，为大家来带来希望，就是讲咱老师有甲咱讲啦，伊讲咱到今已经流浪，到今已经白羊期，咱已经3毕业，咱已经流浪生死10万多年啊，所以讲今仔日呢，大开普天道，大开普渡，这嘛是老母娘含咱遮个9日的元年即个约束啦，就是讲，伫即个3期末业的时阵伊会写即个家书来互咱遮个咱遮个种主咱遮个囡仔种孩儿遮个原父主希望呢，因为咱已经轮回6万多年，伊拢不断就是因甲果，因甲果安尼，所以讲咱会当透过即厝来脱离呢，即个无尽的因果啦咱来老师甲来讲咱是福气的人会当修道真正无简单，所以咱着爱开创真定，才袂无半项醉生，毋通醉生梦死这是千万毋通啦伊咱老师有甲咱讲伊讲哎哟，咱塔遮尔，伊讲一个嘿啦这就是问题着我讲，咱塔咧遮尔侥幸啊，这都毋知影要来修行是因为安怎呢？咱为着顾环境，较来耽误是咱为着顾即个环业较来耽误即个成业为着世间的名价利贪虚毋知影要反省讲这世间的一切其实拢是暂时的利益咱开始讲人知反省，一直去追求咱的耽误着咱的慧命所以老师有甲咱讲咱今仔日修道会当了生死这是老师讲的所以咱毋通厌恶啦所以就爱趁即厝呢大开普渡，赶紧建功立德开创新业所以伊只会讲开创天地，其实就是咧讲开创新业。那么呢，伊只个下一段个老师讲，咱是福气的人，欢乐放下，拍开心胸，建功立德，将来显成功，光环过满，才会轻松。因为咱人伫世间6种基本的烦恼，其实烦恼佫足济啦，这6种是上基本的啦就是贪嗔痴慢疑佫邪见就是讲叫做不正见啦所以讲咱遮时时咱时时即个烦恼去，时时又佫有新的变啦所以讲咱今仔日要来修道办道，其实嘛是爱安怎爱学会晓放下，学会晓专念甲咱所当着的遮个代志起心动，会当互咱起心动念的遮个代志咱爱专念专做即个正能量所以讲咱昨去上课迄边去听啦，咱是去谈听的有一个伊咧任课的一个即马因为因的助理已经转去即个副助理，应该是即马变成助理。伊讲一句话讲咱的身份咱若甲想咱的身份足简单的，伊讲身份足简单的
2字尔，佫伊真现，咱家想看觅，伊讲成佛足简单诶，迄2字你若做会到吼，你着当成佛啊。咱佫有真现，咱教我都想讲伊咧讲对2字，伊咧讲啥呢？伊咧讲叫做。理想啊，即个理想就是安怎？因为咱在人透可能理想，因为咱出去看到的就是拢上的物件。伊即个理想就是咧甲咱讲啥咧？就是叫咱撞着啥物代志时阵，咱就是爱转念。转念甲遮个，甲遮个歹的念头转化做正能量，所以就是讲在上理想啊，就是讲咱撞着遮个相，撞着遮个代志咱无心无去甲执着，也是讲叫做放下啦。但是佫有真现，请问放下敢有简单？咱有当时啊，世间讲爱放下，但是其实讲诶，咱拢无放下。但是请问你进入即个世间，你若无去学习放下，当咱有一天临终诶时阵，就是讲我今仔日我真当要再见马伊爸爸安尼啊迄个时阵，我甲讲我万年爱放下，你想安尼较可能？其实讲那佫有真现咧，会境界较悬可能，互较无可能啦所以放下，即个放下就是咱爱日常诶生活中，就是爱学习放下，就是讲遮个代志，但是呢，讲起来是咱无遐简单所以咱退而求其次。当咱碰到代志的时阵，咱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时阵咱爱随，就是讲咱碰到这个代志，会有一个反应随都会悬起来，但是咱爱随感的，咱退而求其次嘛，就是这就是讲到啥？当咱碰到代志起心动念的时阵，咱爱赶紧转化转念。所以呢，咱着来老师甲咱讲，咱着来放烦恼爱放下，爱拍开心胸，健康日子，将来才会显成盼，讲完过满，才会轻松。所以讲就是爱，因为咱将来要回天，因为咱生生世世伫即个凡间，咱毋知做了偌一个过程所以讲咱要，因为咱即马就是有一天咱的志向就是爱上即个六祖为大师讲，咱是依求作佛，不求于物。所以讲咱要对，咱就是讲咱来世间所做的无好的这是算负责。所以咱着爱趁钱，讲去趁钱才会负责来甲拍互开，但是讲健康日子所以讲，但是健康日子伊的方法有足济像较拄咱有讲师甲咱讲的咱来学堂摒扫咱若有着煮食，咱来到洗菜洗碗还是像讲较拄排班还是讲咱要回饭时阵来遮做义工搁最近有一个上好的机会，就是咱135下晡时拢有即个到青联谊有2点钟时间。其实咱来遮护持嘛是咧咱咧健康日程一个机会，这叫做有卫生，因为足热要徛来
规身躯寒。但是呢，我毋惊，我因为我想要来护持，我是来护持的心来遮参与。安尼咧，安尼会过呢。其实这就是一种有威势啊，所以讲咱下晡时啊，下午的晡时啊，若有这个时间，咱就大家尽量当拨时间来遮护持，看会当借着这个道清言语的这个时间来讲，咱这个道气会当去炒热起来，所以讲这两段就是咱老师甲咱讲的。所以讲呢，其实咱今仔日非常福，因为呢，咱护学去上道德兵，其实道德兵足深的啦，护学去听咱常常讲的，咱想去骗一个芳安尼尔啦，咱知影道德兵足好，但是听到头壳拢车，感觉无啥好理解。但是伊有一个第52章，伊叫做宝珠章。伊讲安怎个？咱即个道生化天地，搁万物，搁即个啥？搁人。所以讲即个道就是无。这个天地万物，这个人就是主，无主，所以这就是咧甲咱讲啥？咱人的心中拢有一个道，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佛性。咱今仔日呢，咱今仔日要行这个菩萨道，学一个欲做这就是讲追求作佛。当时咱听起来感觉讲，可能人伊老某做听起来讲，你这边才足悬，但是一般的人听起来感觉讲，你好大的口气，但是其实伊讲的这真正是正版。这就是安怎咱今仔日要来行这条路要行这个菩萨道。其实讲实在，咱是要来回归本位而已啦。回归咱的本位，就是讲咱原来的这个本位利益啊。所以讲咱就爱把握每一处当天公了完的这个机会啊，所以各位真正，这是6万多年来这是头尾本书内底讲6万多年来的唯一一处的大开普通的是最后一处各位真正，咱敢有感觉咱足有福气的？咱其实咱足有福气所以咱才好好把握这处的这个天公了完的机会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学校就讲解到这，刷落来。在世上起来可归当，好啊好归好归啊天地飘空，飘空过来飘散，不要想风也万般，让人无小看，天道无端为大家大希望。我你有情意咱是福嘅人，会当受到真会无简单。来从前定下无半项，了是天堂。咱是福气嘅人，烦恼风雨归心肠。
功立德将来现前方，往安各马家平安。现在世上天乃无归当，后归家境一场空，只有讲过来受伤。也三千的怨叹，各人一年都无相共，天道普传，社会大家希望。看你无情义不咱是福气的人，会当受到真无简单，来当坚定无在无半，对心望是真唔通。咱是福气的人。烦恼风海拍开心窗，功立德将来显前方，光愿各满城的吉祥。咱是福气的人，会当受到真无简单，来创坚定正袂无半。最心望是天堂，咱是福气的人，烦恼风啊拍开心窗，愿功立德将来显前方，望愿各满城的金山，望愿各满城的金山，望愿各满城的金山。哦吼吼吼！哦吼！哦吼！哦哦哦哦！